台观众朋友来去食好料的，这是一个头家蔡建生，伊原本是伫咧开便当店，所赚的钱大三顿也阁有剩。不过后来煞去拄到土地定位，人客愈来愈少，生意呢是稀落的，甚至也负债的累累。伊呢规气收掉这个便当店，选伫3年前开新的店面。店内底摆是真青新鲜用真的这个锁羹仔、红油干贝，过来搅饭，也阁有真甲真少的虾仔壳饭等等，拢真人喜意食。就算讲是平常时啊，这店内嘛是客甲目睭睭。徛伫路火前的蔡建生有20多年的餐饮经验，料理幼稚的台菜，伊的芳盘是行这个日本的风格。讲究视觉甲味觉相同的享受，还阁有这个。软壳虾含甜虾，甲煎甲金酥金酥，就当开始来摆盘。伊真谨慎，甲每一个所在拢甲做甲真好势，一撮啊都袂当有失角擦。原本是咧开便当店，尾啊煞拄到这个土地重划，人客走了了，互伊安尼负债累累，所以才决定甲便当店甲收起来，准备重新来升级店面。那时候孤注一掷，就是我把车卖掉，我只剩下摩托车，就是几乎所有东西都卖掉，我连自己的能卖的东西，我身上的几乎都卖的差不多，就是为了要装潢这间店。刚出税这个时候，它是最好的一个状态。林焕敏连续4年伫台中乌日地区农会稻米品质竞赛得奖。因为刚开始碾米卖米的时候，其实你还没有进入状况，那有商家愿意用你的，刚好可以督促我那个如何去成就自己，也成就他。所以我们不在于他的多或者少，我在于的是说他跟我的理念契不契合。那契合的以后，就像刚刚讲的，小加小，它就会变大。咱台湾有优质米，是蔡建生一直想要互顾客知影的代志。所以，伊研发无同的料理来斗搭用心敬出来食的在地米饭，亲像红油干贝拌饭。一切拢准备好啊！伊选伫个3年前来开店，只是迄当阵的资金有限，店内升级装潢，逐项拢要家己来。当然，还阁有一群朋友咧斗3工。到现在，我觉得就是也好险自己有坚持的走这条路，自己想做的事。对，那当然视野跟遇到的人就会慢慢的不一样。蔡建生讲会甲这间店当做一个起点，继续来找这个好的食材、好的这个当盘，毋是要独占台湾土地的好。是爱大家拢做伙来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